州博物館係由世界著名嘅華裔建築師顧立明設計嘅一座融合現代與傳統藝術與文化於一體嘅綜合性博物館。博物館收藏文物4萬餘件，涵蓋咗蘇州出土文物、文人字畫、江南民間工藝品等多種類別。館內設有吳文化4個系列嘅基本陳列，展現咗蘇州地區嘅文化同埋歷史。建築巧妙融入環境，充分利用光線，採用咗玻璃同埋金屬材質嘅屋頂設計，創造出獨特嘅空間體驗。拙政園係中國4大名園之一，全園以水為中心，花木繁茂，具有濃郁嘅江南水鄉特色。花園分為東、中、西3個部分，東花園開闊疏朗，中花園係主景區，而西花園就建築精美，各具特色。庭園設計別具匠心，令我最深刻嘅就係玲瓏館。館入面嘅格線同埋地下都有冰紋同埋六角雪花結合嘅冰雪圖案，而館嘅中央就沿住玉湖冰嘅匾額，盡顯唐代王昌齡一片冰心在玉湖，以及南朝飽照青嶼玉湖冰嘅高潔同埋清白。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先係四方八面遇難同胞嘅照片，仲有就係為數不多幸存者亮住光嘅照片。只係望住，心入邊就一陣疼痛。館入邊有住唔同嘅陳列，唔同嘅空間，我哋步步艱辛咁走過嗰段歷史，感受住刻骨銘心嘅痛。嗰份痛楚告訴我哋，勿忘歷史，悼念同胞，珍惜和平，奮勇向前。接下來，我哋到咗雨花台烈士陵園及紀念館，我哋先係響雨花台烈士紀念碑前獻上花籃。縱使身在烈日當空之下，我哋仍然昂首挺胸，因烈士而驕傲。接着，我哋前往紀念館，仔細認識烈士為革命犧牲嘅平生事跡。透過沉浸式參觀，我哋深深咁明白，而家擁有嘅幸福係多靠咗先輩嘅努力。因此，我哋應該奮力前行，令國家變得更加好，先唔會辜負佢哋嘅血汗。協鑫集團係全球新能源500強嘅公司，為我國同發展中國家嘅發展提供巨大嘅貢獻。江蘇奧盛科合材料科技公司係18年來專注於碳纖維嘅高新技術企業。我哋對於江蘇省嘅新質生產力有更具象化嘅了解，而國家嘅強大發展更加需要呢啲硬實力嘅提升，促使中國喺世界有更高嘅話語權，方能喺全球嘅競爭中屹立不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中國夢。九龍醫院係由孫熙董事長嘅父親孫福林創辦。孫福林早年喺香港打拼，積累咗一啲財富，佢始終難忘家鄉，深知道家鄉門睇病都唔容易，想為家鄉發展出一份力。九龍醫院係江蘇省首家、全國第4家獲評3甲嘅民營醫院。醫院嘅設備先進，匯聚了一班專業嘅人才，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嘅健康保障。接下來我哋去咗希華醫院。希華醫院係孫熙先生創辦嘅一站式婦科醫院，從生孩子、坐月子到孩子嘅健康服務都可以喺度完成。之後我哋有幸同孫熙先生舉辦座談會，佢分享咗一啲創辦醫院嘅心路歷程，以及對年輕人嘅展望同埋經驗。